来看高雄有一对男女朋友，顶礼拜伫南华市场一间餐厅食饭，却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形。这两个人送急诊带院，诊断是感染性的胃肠炎。落尾卫生局到现场采检实在，确定是鸡卵验出酸蚊氏杆菌。目前是要求店头家停业3天，来厘清看是餐厅还是鸡卵出问题。 南华市场这间料理店，则是有卫生局人员来采检，因为在伊迄天暗时有一对男女朋友来这间店用餐，隔顿工两人开始吐买30摆，甚至带伊治疗。上严重是连放尿拢无法度。当事者事后伫线顶铺文讲，因迄当时食的沙西米顶面的污点，迄令人毛奇怪味，所以才认为是这间店造成的食物中毒。每5分钟就去厕所一次，然后而且我都是绿色的水鞋。 直到我出院之后，才慢慢的就是变成正常的状态这样。实际上，店家无正式停业，因为卫生局在是迄天到现场采检12项食材，头家就停业4天。20下晡确定鸡卵有检出酸蚊氏杆菌，甲民众身躯采检细菌是同款，佮要求店家佮停业3天。滑蛋虾仁饭检出沙门氏杆菌，且1月17日。 采集人体1件检体，检出沙门氏杆菌。作业的这个流程，这个商品就是已经10几20年了，那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情况。标出食物中毒案件，业者出面表示，这间店经营10几档，是第一摆拄到这款状况。佮加上最近台湾鸡卵有问题，目前确定感染的源头是鸡卵，因会等卫生局甲厂商后续检验。目前2位当事人嘛已经出院。业者表示，虽望也未接到对方的电话，毋过因一定会负责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